不少民众新家拢会打电话拜年，不过都要注意辨识敢是结合 AI 的诈骗，因为有的会假做是亲戚朋友的声音，或者是画面来打电话，确实性讲要来借钱，而且有的佫看到真诚，提醒乡亲都要较买册，唔通互骗去。 辖区的警察到现场，一直甲这个犯人口供，讲这是诈骗。这种情形差不多逐工拢有，尤其这么晚年啊，真侪人拢会传讯息、打电话拜年。司法部提出警告，要注意结合 AI 的假亲友诈骗。如果遇到，也应该也认得出来，自己的亲友跟家人自己会了解。我的朋友都怎么叫法不一样的话，我就不认为他是我的朋友。 虽然真侪人讲，因会当看做是真的也假，不过这卖诈骗模式，无亲像以前即个若是假冒你的亲友，开时间培养信任，不法集团滥用 AI 亲伪技术，用变声打电话，一个即时画面实行诈骗。接到的任何讯息啊，可能你的朋友都已经不是朋友，仿冒他们来跟他借钱，或是伪冒执法人员来说他现在涉及其案。诈骗结合科技手法愈来愈进步，伫画面这部分，怎么若叫对方？ 会手势头无一定会当看作是假，迄若变声这部分是国家不容易听作是假。对当前诈骗仪表板找关键字，要看我是啥人，这种诈骗就几落情境。它现在一样是截取3到5秒的话，它事实上可以有机会包含你的口气、你的高中音等等。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请对方，比如说留下他的电话，说我晚点回拨给你。那透过这种方式去找到这个对方提到他可能是某一个亲友。其实用传统的方式，讲国在打电话。 转去，就在防止和 AI 变声诈骗，一个叫对方行起来行叮当，行到其他的所在，会当初步判断影像是不是被加工。伫科技愈来愈发展，看到无一定是真的，听到也可能是假的时阵，伫真正确定对方是啥人进前，拢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